煮的多好吃。哦，还香啊！哦，来，我看到。来吃看那那个调味用的，好啊开始煮的。哦，开始喽，开始开始了。哇，60年嘅点调呢哈。有没有听过起来都你高雄的甲线的现象的饮食店哈，陈太国、陈师傅两位哈煮暗好食的美食哈，有没有真欢喜哈？喺你的鱼台，喺你水酱的拍干妹啊，外国两位，其实哈，伊本身妈妈的闽农人，记得啊。我妈妈闽农人。有没有转到古强样的？真嘅。要不就难得有得奖嘛，有机会来试看的你的，看到你喺客家的小炒哈，你喺你今年哈，客家小炒全国整巴西第3名的哈，一头是要这样试看来。来，爱线同姑姑。哇，没有。哎呦，还有苦瓜，係嘛？係，哎呦，好嘞，是哦。好，小刚，你哋有施工吼，来忙施工，我去显示咯。是。就像你头先讲，你说的客家小炒老北府有嘛中央嘛，师傅做的，头先看到用黄金啊，看到黄金到底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黄金就是这个补浆液。这种补浆液就是人家在做客家人在做减重用的，它就是把它烧成灰，做成它是自然天然的碱。一种它是因为经过把它研究，就是把它弄成风干，自然风干磨成粉，然后它就有一种独特的香气这样。这个吗？哎，对，你把它搓一搓。用呢，片刃呢，用稠全部，天然香草汁。比较更持久。哦，係啊，喊來早些係，你提。哦，你是好好让大家介绍，这个就是我们米其林必比登的美食。哎呀，鱼香笋扣肉。鱼香笋扣肉。该东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创意构想？这也是发挥在地的特色嘛。哎，这是以前就是在办玉笋节的时候，我爸在当理事长，请一些来教那个菜。我们这条街有一个。甲仙形象商圈，助进会，我是第1届的理事长。是你举办个玉笋节，又抢到那个高雄菜民学院的老师，要教伊做出来的，研习下来就做完了，也接受度厉害，米其林也对得了。而且是产业延续耶，这个年轻主厨。你觉得说甲仙的芋头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它跟一般水芋头不一样啊，水分没那么多嘛。它水分没那么多的话，自然它粉质啊，还有它香气就比较提高了。较 Q 啦，还有香啦。那请教师傅哦，两位老爷饮食店的都会指明两道菜吗？会啊，会哈。我吃过了，回来都是还会再继续减量哈，因为米其林有推荐的哈。然后调感我一下，这个除了这样可以宅配吗？除了在现场是可以宅配吗？可以啊，也是有做冷冻。因为我们吃完回去之后都还想再吃，但是没有办法天天来到甲仙，所以可以宅配。也是有啊。哎呀，那摆上同业务也同样的是。你也最爱。有两道梅汁排骨，梅汁排骨是吗？梅汁排骨。梅汁排骨，一般我们常听到橙汁排骨，但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梅汁排骨。因为甲仙就是竹笋、芋头、梅子嘛，它甲仙三宝，所以用这个来入菜。对。所以排骨腌之后，然后就是用那个甲仙梅子去提炼那个汁啊，再去炒。所以这个也是你们的招牌菜？对，都是啊。都是你研发的吗？还是跟随爸爸的脚步？会啦，都是跟着这样继续延续下去。那你怎么想到说用梅子去加入这个排骨这样的做法？是有什么灵感吗？还是说有想到什么样特别的故事？本来是甲仙只有竹笋芋头，后来才多出梅子，所以要去研发梅子一些比较特别的料理。
像也是有这样子。对啊，都可以。哎，你他刚你那 Q 因为我们客家人就是香咸，然后冻好些蒜，它就是可以去油解腻，然后可以再提出那个肉质的鲜香。对对。用咧20點得到按到嘅成績，其他吼，去來到你南部嘅吼，現在去到夾些咩嘅傳統來哦，睇下來是咧按等陣啊，南部講等陣啊。各位朋友，鮮香飲食店等陣。